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每天早上在传统市场里，总会看到一些长辈走路时双脚微微颤抖，下楼梯倒垃圾时手必须紧紧抓住扶手，膝盖每走一步就发出咔咔咔的声音。这些画面在台湾每个社区都能看见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些长辈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常常说检查都正常，只是老了。于是他们就这样接受了，认为这是年纪大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：90%的膝盖疼痛、双脚无力、关节咔咔响，根本不是因为老化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正在缺少一种营养素。更讽刺的是，补充这种营养素的食材每天都在传统市场里贩卖，但90%的人却把它最珍贵的部分给丢掉了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你可能会继续忍受膝盖的疼痛，继续感受双脚的无力，甚至让你的身体比同龄人老化快5到10年，却完全不知道原因在哪里。请不要跳过这个影片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行医35年来看过最简单、最便宜却最有效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数百位台湾的长辈重新找回行动的自由。而今天我要把这个秘密完整的分享给你，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这部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让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林正国医师，曾经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担任内科主治医师，行医35年，现在已经退休。退休之后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早上去南门市场走走，不是为了买菜，而是为了观察。我想了解台湾的长辈们每天到底吃些什么。这个习惯让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：那些走路稳健、精神奕奕的长辈，他们的菜篮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颜色的蔬菜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什么都有。但那些走路需要人搀扶、气色不好的长辈，他们的菜篮里往往只有白菜和萝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开始翻阅大量的研究资料，根据亚洲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，超过70%的东亚地区年长者体内的胶原蛋白严重不足，而胶原蛋白在60岁之后会以惊人的速度流失，最多可以减少1/3。胶原蛋白就像是我们身体的钢筋，支撑着关节、皮肤、肌腱和血管。当胶原蛋白流失时，这些部位就会开始出现问题。膝盖痛、手指僵硬、皮肤松弛、伤口愈合慢，这些都是缺乏胶原蛋白的警讯。胶原蛋白到底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钢筋结构，它存在于关节、皮肤、肌腱和血管中，负责让这些组织保持弹性和强度。当胶原蛋白不足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膝盖会疼痛，手脚会发麻，走路会感觉双腿沉重无力，皮肤会松弛下垂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不小心跌倒，身体的恢复能力会变得非常差。但问题来了，大部分台湾人对于如何补充胶原蛋白存在3个非常危险的误解。第一个误解，喝大骨汤可以补充胶原蛋白，这是错的。大骨汤里的胶原蛋白分子太大，人体根本无法吸收。你喝下去的大部分只是油脂和普通的蛋白质，对关节的帮助非常有限。第二个误解，补钙就能保护关节，这也是错的。如果你的身体缺乏胶原蛋白，就算补充再多的钙质，这些钙也会沉积在错误的地方，不但无法强化骨骼，反而可能造成血管钙化。第3个误解，吃胶原蛋白粉吸收最快，这同样是错的。市面上的胶原蛋白粉，人体的吸收率通常只有5%左右。
你花了大把的钱，但效果却非常有限。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？答案非常简单，而且完全不用花大钱。你需要的就是8种在台湾传统式、常理随处可见的蔬菜。这些蔬菜不但便宜，而且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你的身体重新生成胶原蛋白。接下来我会一一为你介绍。第8种蔬菜是红甜椒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红甜椒里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柳橙的好几倍，而维生素 C 正是合成胶原蛋白最重要的总指挥官。没有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就无法制造胶原蛋白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大雄先生今年68岁，住在台北。他的膝盖每到天气变冷时就汇聚裂疼痛，爬楼梯时更是痛得像被针扎一样。他试过各种方法，吃药、贴药、布，甚至去推拿，但效果都不明显。后来我建议他每天吃半颗生的红甜椒，他一开始觉得很怀疑，心想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但他还是决定试试看。8周之后，陈先生回来找我，他说膝盖的疼痛明显减轻了，爬楼梯也不再那么困难。更意外的是，他的指甲变得更坚硬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断裂。那么红甜椒要怎么吃才正确？最好的方法是生吃，你可以把它切成条状，当作点心直接吃。如果真的不习惯生吃，可以快炒。但记得要在最后30秒才加入，这样才能保留最多的维生素 C。另外，建议你搭配橄榄油一起吃，因为红甜椒里的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油脂才能被身体吸收。第7种蔬菜是菠菜，菠菜里含有丰富的镁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镁不只能帮助肌肉放松，还能促进神经传导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启动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酵素。让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赖淑云女士今年66岁，住在新竹。她每天早上起床时，双脚总是感觉沉重，无力，就像被绑了好几袋沙子一样。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一切正常，只是年纪大了。但她不愿意就这样放弃。后来我建议她每天喝1碗菠菜蛋花汤，他照着做了。1个月之后，他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现在去传统市场买菜，脚步变得轻松多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着沉重的步伐。”菠菜要怎么吃呢？如果你喜欢吃生菜沙拉，可以用新鲜的菠菜叶搭配橄榄油和柠檬汁。如果你习惯吃熟食，可以煮成蛋花汤，或者在快炒的最后阶段加入。记住，菠菜不要煮太久，煮太久会让里面的营养素大量流失。最好的方法是快速汆烫，保持翠绿的颜色，这样营养价值最高。第6种蔬菜是秋葵。秋葵里面那黏黏的物质，其实是一种天然的多糖体，它就像是关节的润滑油，能够减少关节之间的摩擦，让你活动时更加顺畅。让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蒋明镜先生是高雄的一位计程车司机，因为长时间坐着开车，他的膝盖磨损得很严重。到了晚上回家，他连蹲下来跟孙子玩都没办法，因为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。他来找我时，脸上写满了无奈。我建议他每天吃秋葵。他说：“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”我说：“试试看。3个月之后再来告诉我。”3个月后，蒋先生回来了。他说，现在他可以轻松地蹲下去，站起来，也能够陪孙子在地上玩玩具了。他很感激地说：“林医师，谢谢你让我重新享受天伦之乐。”秋葵要怎么吃？最重要的是不要煮太久，也不要把那层黏黏的物质冲洗掉，因为那才是最珍贵的部分。你可以汆烫30秒后直接吃，或者快炒。如果觉得口感太黏，可以搭配蒜头一起炒。
味道会更好。现在让我告诉你3个最常见的错误，这些错误让80%的人就算认真吃蔬菜，效果却非常有限。第一个错误，煮太久。很多人习惯把蔬菜煮得很软烂，认为这样比较好消化。但问题是，维生素 C 在高温下会快速分解，煮太久会让维生素 C 流失80%以上。所以蔬菜一定要快速烹调，保持脆嫩的口感。第二个错误，不搭配油脂。很多蔬菜里的营养素，例如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， 都是脂溶性的。如果你只是水煮或清蒸，不加任何油脂，这些营养素的吸收率会低于5%。所以一定要搭配橄榄油、苦茶油或其他好的油脂一起吃。第3个错误，吃1-2次就放弃。很多人吃了1-2天，发现没有立刻见效，就觉得没用而放弃了。但你要知道，胶原蛋白的重新生成，至少需要4周的时间，你必须持续规律的补充，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记住一个原则，不需要多，只需要对和持续。第5种蔬菜是青花菜，青花菜里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，叫做萝卜硫素。这个种物质能够启动体内修复细胞的基因，保护那些制造胶原蛋白的细胞不被自由基破坏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朱慧珍小姐是台南的一位钢琴老师，因为长年弹琴，她的手指关节开始变得僵硬，按琴键时会感到疼痛和困难，她很担心，如果情况继续恶化，她可能就无法再教学生了。我建议她每天吃1小碗蒸青花菜，她照着做了。2个月之后，她惊喜地发现手指的灵活度明显改善了，按琴键时不再感到疼痛，现在他又能够自在地教学生弹钢琴了。青花菜要怎么吃才正确？最好的方法是蒸3到5分钟，保持翠绿的颜色和脆嫩的口感。蒸好之后，可以淋上一点橄榄油和柠檬汁，这样不但美味，营养价值也最高。还是有一个小秘诀，如果你想要让青花菜的抗氧化效果更强，可以撒一点芥末粉，因为芥末能够启动青花菜里的芥子酶，让萝卜硫素的活性提高好几倍。第4种蔬菜是甜菜根。甜菜根里含有丰富的硝酸盐，硝酸盐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一氧化氮，能够让血管扩张，增加血液循环，让更多的营养和氧气送到关节和肌肉。研究显示，这样可以提升20%的血液流通量。让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。黄成禄先生今年69岁，住在桃园。他以前走路走300公尺就必须停下来休息，因为双腿感到非常疲累和沉重，这让他非常困扰。因为连去传统市场买个菜都很辛苦，我建议他每天喝1小杯甜菜根汁。他坚持喝了1个月之后，发现自己走路时不再那么容易疲累了。现在他可以轻松地去传统市场买菜，甚至还能散步回家。甜菜根要怎么吃？你可以把它打成果汁，但记住不要加糖。如果觉得味道太重，可以加一点柠檬或柳橙。如果你不习惯喝果汁，也可以把甜菜根切片后烤或蒸来吃，
烤或蒸的方式，比水煮更能保留营养。第三种蔬菜是海带，海带里含有丰富的碘和海洋多糖体，碘能够维持甲状腺的正常功能，而甲状腺是控制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。当甲状腺功能正常时，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会明显加快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案例：孙美静女士，今年64岁，住在基隆。她长期手脚冰冷，肌肉经常不自主的抽动，而且伤口愈合的速度非常慢。她去检查，发现甲状腺功能略为低下。我建议她每周吃2到3次海带。她照着做了2个月之后，明显感觉到手脚变温暖了，晚上睡眠品质也改善了，整个人的体力变得更好。海带要怎么吃？你可以买前造的海带，泡水之后煮汤，或者买新鲜的海带做成凉拌海带丝。如果你喜欢吃寿司，也可以选择海苔卷，这也是很好的海带来源。但要注意，海带虽然好，也不要每天大量摄取，1周吃2到3次就足够了，因为碘摄取过多，也可能对甲状腺造成负担。第二种蔬菜是芦笋，芦笋里含有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，叫做谷胱甘肽，它能够保护胶原蛋白纤维，不被自由基攻击和破坏。此外，芦笋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， 能够帮助钙质正确的沉积到骨骼里，而不是跑到血管或关节。让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吴淑玲小姐是台北的一位舞蹈老师，因为长年跳舞，她的膝盖变得松软不稳，手臂也经常感到麻木。她很担心自己再也无法继续教舞蹈。我建议她每天吃芦笋，她坚持吃了10周之后，膝盖的稳定度明显改善了，手臂的麻木感也消失了。现在她又能够自信地站在舞蹈教室里教学生了。芦笋要怎么吃？最好的方法是蒸或烤5分钟，不要煮太久。蒸或烤好之后，可以搭配橄榄油和蒜头一起吃，这样不但美味，营养吸收率也会提高。如果你不喜欢芦笋的味道，可以把它切成小段，加入炒蛋或汤里，这样比较容易入口。第一种蔬菜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种，就是香菜。香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，而且还含有芹菜素和叶黄素，这3种营养素就像是胶原蛋白的3层防护罩，能够从不同角度保护和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。张永堂先生今年71岁，住在嘉义，他的手经常发麻，爬楼梯时感到非常吃力，皮肤也变得松弛下垂。他来找我时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疲惫。我建议他每天吃1小把香菜，可以撒在汤里、便当上、沙拉里，或者加在粥里。他说：“林医师，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试试看，3个月之后告诉我。”3个月后，张先生回来了。他说，手麻的症状消失了，爬楼梯也变得轻松多了，甚至连皮肤都感觉比以前紧实。他非常兴奋地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这么便宜、这么容易取得的东西，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。香菜要怎么吃？”
非常简单，你不需要特别烹调，只要把新鲜的香菜洗干净，撒在你的汤、饭、面、粥上面就可以了。每次用1小把就够，不需要太多。记住，香菜最好是最后才加入，不要煮太久，这样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。现在让我教你3种蔬菜组合，这些组合能让效果加倍。第一种组合，红甜椒、菠菜、鸡蛋、橄榄油，这个组合能够同时提供维生素 C、镁、蛋白质和好的油脂。你可以做成炒蛋或煎蛋，营养又美味。第二种组合，青花菜、秋葵、蒜头，这个组合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同时润滑关节。你可以快炒，或者蒸熟后拌蒜泥。第三种组合，甜菜根、香菜、柠檬，这个组合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提供大量的维生素 C。你可以把它们一起打成果汁，或者做成沙拉。为什么这些组合效果这么好？因为它们互相补充、互相强化维生素 C， 帮助合成胶原蛋白；镁启动合成酵素；好的油脂提高营养吸收率，而血液循环良好，则能把这些营养送到需要的地方。你不需要每天吃所有的蔬菜，你可以选择其中几种，轮流变化，这样既不会吃腻，也能确保营养均衡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私人的故事。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台湾女性，她那一代的人生活条件不好，总是认为能吃饱就很好了，所以她每天吃的就是白饭、白菜、萝卜，很少吃其他种类的蔬菜。我当时还在医院工作，经常加班，没有太多时间陪她，也没有特别注意她的饮食。我只是偶尔买一些保健食品给她，以为这样就够了。直到她68岁那年，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住院，我才惊觉，原来她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么多问题。她的关节僵硬，伤口愈合缓慢，皮肤脆弱。我当时非常自责，身为医生，我却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母亲。后来她过世了，每次回想起来，我都会想，如果当时我能早一点了解这些知识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她吃对蔬菜有多么重要，也许她就不会走得这么早。这就是为什么退休之后，我决定要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更多人。我不希望其他家庭经历我所经历过的遗憾。如果你的父母、你的家人还在身边，请把这些知识告诉他们，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后悔。健康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，只要用对方法，吃对食物，你就能够帮助你爱的人过得更健康、更有尊严。现在，让我为你整理一个30天胶原蛋白重生计划。第1周，每天吃1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，例如红甜椒或香菜。第2周，在第1周的基础上，再加入1种绿色蔬菜，例如菠菜或青花菜。第3周开始尝试秋葵、甜菜根或芦笋，选择你喜欢的1到2种。第4周，每周加入2到3次海带。在这30天里，许多人都回馈说，膝盖的疼痛减轻了，爬楼梯变得轻松了，手脚的麻木感消失了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因为
你的身体重新获得了它需要的营养。我想邀请你参加这个挑战，每天把你吃的蔬菜拍照，记录下你的身体变化。你可以记录今天爬楼梯感觉如何，膝盖还痛吗？手还会发麻吗？每周更新一次，看看自己的进步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更多人知道健康其实可以很简单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想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回复每一则留言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那些爱你、需要你的人。我是林正国医师，我会陪着你，一天一天地，一起走向更健康的生活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